因为我们也不晓得这些肉品的来源是什么。那如果呢，他们可能有不孝的业者混在营养午餐当中的话，我们其实也担心被小孩子吃下肚。小孩子的身材比较小只，那他吃了很多的瘦肉精的话，不知道对他未来的成长会不会有什么疑虑啊？会不会长不高啊？或者是就是会过胖或过瘦？就我们的妈妈圈其实非常肯定这样的一个政策，因为这个帮我们政府帮我们第一线的把关。那知道说学校是禁用这样子的肉品的时候，我们对小朋友食的安心会更有信心。因为这样子的话，我们就不用担心说是不是他们在学校吃的营养午餐里面的肉有什么样的疑虑，然后过多的瘦肉精造成他们的成长的影响。我们使用肉品的部分，我们当然是配合政府的政策，市长就宣示我们还是用国产猪肉。那除了可以维护学生用餐的安全以外，那也支持我们国产的产业嘛。学校卫生法它里面就有特别强调说，我们的相关食材的采购来源以在地的本土的，而且是农业主管机关认证的优良的肉品或者优良食材，所以这部分我们会以本地的猪肉为一个主要了哈。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欢迎收看《市政3分钟》，我是林依婷。最近针对美猪美牛开放进口的议题吵得沸沸扬扬，不管是执政党还是在野党都进行激烈的口水战。然而，为要严格把关校园食安，台南市政府超前部署宣示，台南市中小学全面使用国产优质猪肉。台南市目前有595场养猪场，猪只数约58万多头，为全国第4。为要照顾在地养猪业者及打造健康校园饮食环境，台南市政府宣布校园全面使用国产猪肉外，还规定学校及供应商应优先选用在地农产品，提升校园食品卫生安全。现在就让我们来听听韦哲市长怎么说吧。明年1月1日以后要含这个莱克多巴胺的美国猪肉进口，事实上，我们超前部署的来学校，一方面看同学的这个营养午餐的供应状况，第二方面也是要求也要拜托我们学校方面，对于将来采购营养午餐的时候，这特别的要使用国产猪肉，我们不希望孩子吃到含有莱克多巴胺的这个猪肉品。午餐的执行秘书如果对于这个采购这个有疑问的话，市政府教育局一定全力跟他们协助配合，那并且提供合格厂商名单便于他们来采购。接下来请收看中嘉新闻。你好，我是顾家，欢迎收看中嘉台南电影新闻。今日有什么重要消息？透过整理报道，做会了解。议会临时会3号上午进行客家动保园区的专案报告，会中议员无分党派，有一寡支持，也有反对。现场更加有客家反动保园区的自救会成员，嘛到场旁听。市府农业局表示，去年因为客家发生学童因为流浪狗造成不幸。因此，伫客家区的秀昌里，千庄的第6公墓，评估要来设立动保教育园区，并且伫去年发包进行可行性的评估。不过，当地里民却认为，就是要设置客家，因此透过议员来顶情，表达强烈的声音。你爱一家一家去甲解决就好势。今仔日，阮的乡亲来遮听一步，听到尾啊，我已经拢要掠讲啊！你今仔日讲的意思就要做啊嘛！啊，阮的乡亲是来遮要甲你赞成的尔，阮今仔就是要来甲顶情的啦。用压迫式的方式，用这种非民主的方式，都还袂开公听会，还袂开说明会。咱即摆毋是拢台湾进步甲民主参与、公民参与，然后尊重住民的意见，结果这个事件咱快点都开倒车，这对着咱整个开放社会、民主社会，所谓主张公民参与的开放政府来讲，这是一个讽刺啊！为什么你一定要先入为主认定，一定要在学甲？当然，学甲的那个居民会反对，
既然是可行性评估，如果你没有设定一定要在学甲，你多取几个地点，让专家学者去评估，到底哪里更适合。当然有反对，嘛有赞成。议员杨忠成以因控污水处理厂为例，当初居民反对的声音嘛真激烈，不过为了地方的建设，现在嘛得要起好啊。议员建议应该充分甲地方来沟通。希望你会当提出更加搁较好的方法来说服这百姓民，互大家会当来接受到咱农业局的美意。咱昆河议员讲，恁这个低洼地区，恁要来囤炉渣，你承诺袂啊？这民主社会，我要求这动保园区赶紧来规划好，你若图摕出来，互阮客家人家己看，互阮客家人家己评估，甚至卖当公道哈，对不对？你袂当讲未规划你来反对，你反对也有道理啊。当然，地方反对的声音包括当地地势较低，必须要种地，居民担心会掩埋炉渣，加上附近阁有本社掩埋场的污水问题，另外道路无够宽顶。不过农业局长回应，目前只是进行可行性的评估，同时嘛保证绝对袂来用炉渣。未来咱需要去囤土的所在，按滞洪池挖起来土优先吼，袂去囤落油渣吼，这点会当保证的。头仔陈坤宇有人讲，我嘛唔敢安尼做啊所以应该是绝对袂囤炉渣这个工作发生。而且我嘛会持续佮交咱在地居民做一个沟通因为流浪动物零扑杀的政策，目前全台流浪犬猫的收容所几乎拢无够使用。不过有议员认为，起搁较侪收容所嘛是无够，因此建议应该进行高密度的结扎，因为支持甲反对声音拢有，连议员甲主席嘛差一点引起口角。亲像议员蔡淑辉讲的，既然是可行性评估，为何无开放多地点的选择？等于是等一支刀啊，互议员去烧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因为农委会这份乙型受体素的禁令，无包括作为牛猪使用莱克多巴胺含药物的饲料添加物的修正公告。日前伫个议会被议员来提报以后，议会国民党团3号中昼嘛召开记者会，认为是配合美国猪肉进口才做修正。不过事后农委会嘛澄清，国内禁止使用的立场无变，嘛备受议员的批评。台湾猪也可以吃莱克多巴胺了，这张公文，结果经过我们很仔细的民众，以及我们台南市议会，我们国民党这么多好同事提出来，跟政府做了质疑，意思是连我们台湾猪都要吃美国的莱克多巴胺吗？是这样吗？所谓的受体素吗？陈吉仲在昨天下了一个很严肃的命令，说不要再传这个了，这是假消息，台湾猪不可以吃莱克多巴胺。我要请问一下，这张公文是假的吗？他的公告已经那是中央他不是地方的公所出这个状况那哪里给农委会给你修起来好啊？这样的文可以叫做说口误发错，你能接受吗？台湾人民能接受吗？讲实在，要偷渡啦。另外，为了反对三马精，当初台南市议会有定台南市的食安自治条例，不过当初因为中央的食安法罚则比台南市较悬，因此台南的自治条例并无定罚则。不过议会临时会国民党团嘛结合无党联名来提案检定罚则。这改革重点还是在维护17条之一，要定罚则。大概分2个部分，一个部分就超过中央定的标准，那我们当然依照中央。台南市有检出瘦肉精，可是较台南市我们定的自治条例，虽然上限10万，可是可以按次处罚。我的精神就是，袂当猪肉含瘦肉精交易的肉品，这改阮修法的重点啦吼。目前该案已经有19名议员联署，人数搁咧增加当中。罚则是违反者必须要处30万到100万的罚款，
而且是按日来连续处罚。要健康，要健康，反对美猪含瘦肉精，反对美猪。台南新闻云登采访报道。日前发生了高雄14岁的学生被诱骗的事件，为了减少这种事件再次发生，教育部也配合开学办理了友善校园周的活动，将防治所谓性别暴力列为年度的重点。对此，市府教育局也配合办理宣传的活动。3月上午，由着市长王伟哲亲自出席，来到安平国中，向学生传达各种防范的重点，希望降低受害的风险。那其实校园安全大家都很重视，但是坦白讲，我们要让我们的同学建立起校园安全的概念，不能够只是流于形式，大家照本宣科一下。我觉得其实这几年来，事实上教育局也好，或者是教育部也好，它事实上对于性平以及校园安全有许多比较生动的做法。像日前发生在高雄的这个女学生，这个被网友诈骗去参加所谓的想要担任陪玩的这个角色，结果险遭这个性侵。所以我觉得社会上很多诱惑，很多这个在网络发达的许多新的犯罪工具，都值得教育工作者再进一步的深思跟防范。孩子需要被保护，但是绝对不能跟孩子只是讲说我要保护你。我觉得其实这样会遭到抗拒，尤其在青春期或者是反抗期的这个学生。因此我们当然是希望说用比较活泼的方式，而不矮板的方式。那坦然是我们努力从事性平教育或者反霸凌、反毒的教育，事实上是很努力的。那也希望说借着这个努力，能够慢慢，最好是快，把一些青少年的犯罪，还有校园霸凌，还有性平事件，碰到一些狼师或等等的这些东西，能够降到最低。希望说大家都用非常谨慎的态度来面对因应。教育局表示，市府会持续推动性平、反霸凌、反毒，希望减少这类事件发生，并呼吁台南市的师生共同营造友善的校园风气。同时也提醒家长要多加注意家中囡仔的状况。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以音乐阅读文字，以乐曲串联生命。透过台南爱读册欣赏台湾文学，享受听觉带来的阅读飨宴。敬请锁定每晚8点半第3公用频道。热爱极限运动的蔡明仪，每一届出国挑战各种超越极限体能的比赛，拢会穿上应付土城马身上的衫，祈求会当无受伤顺利完赛。蔡明仪表示，伫世界各地的比赛当中，一直拢有感应到土城马的庇佑，互伊感觉到真感恩。今年因为肺炎疫情，世界各地各种比赛拢停办，互蔡明仪想到排起马祖环台的想法，特别甲罗里门圣母庙联手。发起马祖环台21天庇佑台湾的活动。马祖已经有带我去法国、瑞士、墨西哥大概伊拢有去，包括我咧挂香咧录影的时阵，录甲伊到迄个我嘛是安尼，拢有感应到安尼，所以感谢马祖，所以即届要走台湾一年，伊本身的重量，伊会甲我用轻去，我无感觉伊的重量。庙方表示，神明嘛特别有交代爱换装，所以庙方为马祖新村打造专属的运动衫、运动鞋以及鸭舌帽。即届咧，咱马祖佮指示，伊要马拉松的时阵，一定爱甲换便服啦，便服就是讲伊一定爱戴着鸭舌帽啦，戴着一个鸭舌帽，佮穿运动衫，佮穿布鞋这拢是伊指派的。即3项物件拢足有贵气的物件，
等下吼，恁搁甲看卖啊。神明指示哈，他希望能够为台湾祈福，而且祈福的方式哈跟以往都不一样。以往可能他还是穿着他的学衣，然后这个走遍每一个地方哦。可是他这一次是真的是要跑哦，而且是要为我们台湾每一个角落，总共21天。马祖环台21天活动，各县市拢有陪走的跑者，另外还有8名信众将会专程陪走，希望大家拄到跑者会当为因加油打气。庙方嘛会致敬陪走者纪念衫、马祖香火地以及完赛证书。参加专程的跑者，另外还会送环台纪念奖座以及环台纪念证书。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火锅一直拢是台湾人上喜爱的餐点之一。这几年来，连锁的火锅业者也拢抢进台南的市场。现在对高雄起家的高级和牛火锅业者，特别选伫现在国内疫情得到控制的时阵，进驻西门路的百货，因为看好百货的人潮，开了1年的时间来规划，推出了台南第一间的门市。店内对398块起有3种无同的价销，互消费者会使选择家己喜爱的食材，加上优质的海产，希望会使吸引台南的消费者。选择台南成为我们新野肉锅第9家的据点的原因，这是因为呢，台南星光三月西门店的来客量真的非常的大。那在这边我们有观察到，西门店目前属于大概前3大的星光三月的百货公司里面前3大的业绩。那选择这边作为我们的新据点，也希望让更多人看见我们新野肉锅 Plus， 希望能为更多人服务。业者除了提供和牛吃到饱以外，上特别的就是这个生酱锅的设计。互民众伫饮料的时阵会使更加方便，同时也将牛奶锅的奶油制作成为上的模样，利用生酱锅放到汤当中，就会使看到上泡澡的可爱模样，非常吸引人。新野肉锅 Plus 跟一般的新野肉锅最大的不同在于，我们推出了顶级和牛吃到饱之外，从国外独家引进了我们的全台的独家的生酱火锅。那走鸳鸯锅的系列，那就可以一键让客人可以看到它完整的食材，那是属于好玩又好吃的系列。业者将要伫22号盛大来开幕，开幕的前3天也特别推出了2人做伙1人半价的优惠。想要抢办伊的民众嘛，会使伫前3天到西门路的百货来看看的。喜爱食火锅的民众嘛，莫错过这间全新的和牛吃到饱的火锅。台南新闻郭博义采访报道。根据统计，每1000名门诊甲急诊求诊的囡仔，就认为是因为胸痛就医，而造成胸痛可能的原因有真侪，大约有一半是不明原因的良性胸痛。但值得注意的是，伫胸痛的原因当中，相当少见，嘛相对较危险的就是心因性胸痛，也就是心脏疾病造成的胸痛，严重的时阵，甚至可能会致命。儿童胸痛大部分最常见的原因还是以不明原因良性胸痛为最多，那其他的包括像是呼吸道疾病或是肠胃道疾病也有。那其实里面最少见但是最危险，我们家长也会最担心的就是心脏疾病造成的胸痛，也就是心因性胸痛。那有一些孩子如果是有胸痛的话，可能是心因性胸痛的高危险群，要特别的注意。像是如果是合并在运动的时候合并的胸痛，或是胸痛有合并就是晕厥，就是昏倒的情形，或者是本身家族史有猝死的。或是心律不整的病史，或是已经有接受过一些心脏的手术或者心导管的手术的孩子，或者是有一些先天性的遗传性疾病，像马凡氏症的孩子，或是川崎氏症的孩子，这些状况下，就是如果有胸痛，都必须要特别的注意。医生提醒，儿童胸痛虽然真常见，但也是爱就医检查，尤其是心因性胸痛高危险群的囡仔，应该爱一早到小儿心脏科就医检查。台南新闻张硕维采访报道。卫生福利部台南病院医师林佩芬首先以2张的相片，一张是印度70岁大肠，送甲皮包骨，一直甲4诊前拢还阁伫咧工作。另外一张是台湾的长者，专心插管倒一个病床顶悬。2张的相片，对一张活得较自由，而且有尊严。早期专攻神经科，现在转往老年医学。林佩芬强调，因为看了真侪长者倒伫咧病床，医师强调，人活的就是爱动，虽然药物会用个治病，毋过相对的嘛有副作用。
因此近年来开始推动身心灵的治疗，包括减药、身心的复健甲重建，以及音乐治疗等。就是要让他了解疾病的过程，然后他面对的是什么，他可以做到什么。所以我第一次门诊都会，通常病人第一次来，我们花到1个小时精神补偿，还要跟家属讲，家属能够帮什么。第二个就是他的药物上有什么好调整，通常我就是减药啦。那个宝莲其实他的称我叫做减药医师，我不是对他减药，我大部分人都减药，就是这是经验了啦哈，这就是我的临床经验。减了药通常是变好，高血压连高血压我都是减药让血压好了哈，就是单独减药就可以。这个机转是有机转的，有学术基础的哈，但是就是减药通常是我的手段。再接下来就是帮他设计他的生活，跟设计他的运动。确实，林医师的另类治疗现场嘛有一名90多岁的长者，本身有巴金森氏症已经超过25档。不过，伫个医师的治疗甲家属的陪伴，虽然年纪较大，需要坐轮椅，不过还阁会用来活动。这中间当然是经过很多，那个林医师他的医疗，他不是正常，我都说我叫他是那个怪医林博士。因为他都不是用正常的医疗管道，就是中间他就做了一些异类的，就是另类的那个治疗方式。他还叫他去晒太阳，他也就跟着去晒太阳。然后他看完了之后，那个医院给林医师看门诊看完了之后，结果林医师就处罚他去那个 lobby 大厅那边，外面树下那边走一走，起码走了3圈。才回家。我爸说实在，因为林医师很照顾他，所以他也很配合林医师。所以呢，他就在那个时候，人家说越来越严重，结果我发现他还不至于，他还可以走路。医师强调，临床的报告应该确实对一寡症状，包括自闭症或者是躁郁症、失智甲痛痛有帮助。不过，碍于家己是研究科学，伫个无科学证据的证明，就以心灵的方式来呈现。台南新闻林根采访报道。非常感谢收看今日的中嘉台南电影新闻，我是顾文杰，咱明仔载同这时间再会。